得俩扎下酒，记得容海前面，晒得眼界翻游，講講解了聲音，快樂對定撒嬌，一個歡喜的人 PQ， 愛到總係會到，從近大嘅話，讓一起演嘅話，總係冇停冇錯，從對 Q 最後嘅，所以簡簡透透，忘了本心體微弱，當你心情帶落就看到你嘅心體，當你冇法度做決定就成全了你，愛聰明你老實你把我不記憶，你能看懂你，不應該想當你心情帶落就看到你嘅心體，當你冇法度做決定就成全了你，愛聰明你老實你把我不記憶，你能看懂你，不應該生阿昌叔叔，你刚才有看到哪里小鸡吗？我累了。小偷！我是学校，别跑！啊，那是我的相机，谢谢阿昌叔叔。阿昌叔叔好厉害哦！妈妈，你有中意阿昌叔叔嗎？做嘛用門啊？阿昌叔叔對你很好，唔會留給父母。请问一下，黄火旺先生是不是住在这边3楼？伊搬離開這已經真久啊啦，哎後來搬去什麼所在，嘛無人知啦。你免找伊啊啦。阿婆，你在干嘛？西路劈管啊！哑巴请好色。哎，你每日按做风起来，懂吃懂哦。当然啊，我查查暑假作业，我很乖。嗯，我看哦，做风起来好爱出去了呐。嘿嘿嘿，当伊坐去张汉无卡了，搞到团务长撞来，还爱挨顶食饭。我老人讲哦，根本日开始5點以前就要撞來啲無？啊，用的呢？樣嘅呢？阿仔，近來近來講客家話了。我到底為什麼不能太晚回來啦？因為根本日扣那青葉廚藝開鬼門啊！那是迷信啊，跟我沒關係。乜睇迷信？生年嘅你像我迄種講法，按無頭按無毛嘅，迄啲都用用嘅，我用嘅老硬有嘅講大有哦。好啦，我一嚟識走。阿弟哥，一嚟識走，識包啊！我帶你去拜牙。拜拜公拜保佑你平安哦。我不要啦，你去拜就好了。做唔得，我當年扣那青嘅都打電話幫爺爸，交代佢做唔得帶你去搞水。哪有啊？我爸比媽咪又沒有說農曆7月不能幹嘛，我還去學游泳哎。我嫌佢做唔得帶你去搞水，也應好。
来老人讲哦，俺唔讲伫台北兴用诶，唔压下低压，俺讲嘛该啊，唔跳一堂，好啦，不会太晚回来啦。唔嘿唔好替暗转来听听。一阵嘅吼，唔爱注意动多事情，比如讲，唔好乱养东西，手上黑钱，要做唔定养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啊，得有钱，有可能去爱买通银财，乱养嘛，会有坏事情发生哦。还有，万一暗转有人嫌野命的，千万做唔得演技，要做唔得反头，希望我本贵作罪哦。真的假的啊？太人讲嘛该，世人的就爱糖一批，嘛该真的讲的。哎，老人讲的都是真的，也得有事情啊，也真的唔好做，出错嘞。老人讲法都唔记得嘞。阿婆，我肚子好饿哦，我都还没吃呢，我先吃啊。你去拍吧哈。你真紧无爱听下去哈，我不要，你不要。莫乱做哦，嗯乖乖在家写暑假作业题目。嗯，乖乖哦。阿婆小心啊。不要阻止我，我在家很无聊，我出去玩一下。你放心啦，我在阿婆回来之前一定会回来的哦。拜拜。陆峰哦，伊上风暴诶，唔知买电台咧，迄莫是讲俺娘来了哦。阿叔嫂，哎，你在干嘛阿公哎，嘿，你看，俺娘都钱了。哦，这么好啊！哎呀，大家哦，陆峰都在前面的，可能也房子落来就变我这边。嘿，俺这娘咪啦，600个人呢。这么好，加600块。是啊，哎，做买东楼养乐多呢，俺买养乐多强啊。唔好乱养东西，手上黑钱，要做唔得养。阿叔嫂，啊，买养乐多啊？不要啦，我阿婆说现在是农历7月，所以路上的东西不要乱捡啊。充满做唔得养咯。哎呦，反正那不是我们的东西，丢掉啦。哎呀，钱呢？钱用做来得钱咯，做唔得啦。叫你丢掉就丢掉啦。俺唔会啦，因俺养都最硬，你做乜还得钱咯？你不要啊，都走被鬼追，我不管啊，我要走啊。哎，阿公很钱嘛，该挪一下钱呢。叫你把红包丢掉，你不要，现在还跟着我，到时候回来跟着我怎么办？啊，有贵啊，阿公哎，啊，贵啊，你哪了？阿公哎，等下阿公哎，阿公哎，等下啦。叔嫂，去到今年真紧做唔得体育课，欠太两东西嘿。来听阿公讲，有132Q拉7年，伫路方娘到前带转去，加涨呢，伊手紧找查甫呢。哪有通过？姑嫂，俺唔讲咱两东西。
哦，阿顺说你完蛋了，唔关系嘞。弄个啥啦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会点哦。哎，等伊几个，因要安尼，等会影着两个啥？我听说伊也较少啲啊。你干嘛？甜筒，唔好爱乱讲法，生气会吓死你。你要动静啊？阿顺手，都是你害的。如果你不把红包拿出去丢掉，我就跟你绝交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俺娘都红包啦！俺娘都钱，其他和俺得得嘞。干嘛丢掉？你得欣赏，毛公年多钱？卫生一派出所。有是有啦，可是现在是农历7月，钱怎么该做跌了？来，公安，拿一派出所。快开我们！拜拜。阿叔叔，那个是在路边捡到的。拜拜。我的手！到底是怎么样了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我看这个钱啊，还是交回派出所好了。哎，那个红包哦，也问阿聪的拿去的，几贵的哦，就等去这位哦。阿顺叔，唔好爱乱讲法。那我问你们哦，我阿婆说今天鬼门开，那你们有没有在农历7月的时候看到鬼啊？没冇，俺没冇。谁想要看到鬼啊？我一点也不想看到。哎，我看过呢，我看过。真的假的啊？我拢讲啊，哎，过来啦，去半夜哦，规个出来搞，去叫的哦，唔会听到。哦，迄规个出来，听那木当床哦，哎，边仔听那木行较床呢，见面哦，带得嘞看动面，甲行路哦，动慢，有冇？山嘛，题目，当场的。阿顺叔，唔好爱吓人啊！你能看懂你，不应该生病。过哟，行个山嘛。当场的。阿顺叔，唔好爱吓人啊！我不能是汉人。哦，你看到是电视上演的鬼吧？但是你事实上没看过，对不对？我又冇骗你，个电视做的本来就真嘅。哦，那是假的啦。我们班同学有看过哦。是啊。真的啊！我们学校旁边那间老房子就是鬼屋哦。唔去讲几件咯，唔对，讲几件，
俺没底哦。你们说的到底是哪一间啊？那间哦，两个啦，那间呐。那一间啊，那一间。那间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等我们啊，好恐怖！呀啦，阿公啊，这就是你们传说中的鬼屋哦。对啊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可怕？还好吧，就只是一间很破旧的房子。你不知道吗？听说有人走进去过，可是他后来不见了哎。有人说那个不见的人转学了，可是也有人说他被屋子里的鬼吃掉了。佢不会会生意啦，爱看呢啊！哎，阿叔叔回来了！哎，你猜嘛？残忍，怎么办呀？阿叔叔跑出去了啦！牛哥是阿叔叔，只会崩溃做这吗？我们赶快去报警了。嘿，你骗人，呢度根本就冇鬼嘅。哎，講到當到金牌呢，珊珊你來啊，你來啊！阿叔叔，踢球第一輪公犯，地本因為有金牌啊。哎呀，丢温一批嘛！我才不要，我死都不进去。我进去一下好了。李轩，你不怕被鬼抓走哦？不用怕啦，阿叔叔都进去了，不是说白天不会有鬼出现吗？而且我也想知道里面是不是真的有金牌啊？是哦。那我跟你一起进去。张翰，万一唔娘娘哎，你爸不能送行哎。李轩，张翰，你们等等我，我也想要去。蓝萍，佢咗筆聖經，唔一定係筆聖經哦。唔係講，出啲一定係掉啦。等我。看，可是鬼屋啊，有人住吧？要当鬼哈。好了啦，既然是别人家，我们赶快走了啦。哦，做了份养乐多。你们不走，我先走了。金妹呢？不要乱碰啦！快点啊！喂，你两位到哪看了？有河，有河！阿叔叔，赶快走，赶快走啦！还会养乐多啦？赶快走，你再不走就不理你哦。呀，就死鬼的，照到咬卡就做白呀！阿公你，哎，阿公啊！死鬼，唔好过来啊！大家问，讲，你弄咬卡就东西啊？不，我拿回去。阿公哎，300块了，夫妻鬼来啦！还200块半看到，大头也叫混。奇怪，你先用吧，呀哈都係冇講啦。阿叔叔咩係呢？記得啦，我本該落阿公嘅抓走嘛。
应该唔会啦。阿顺送了李轩做案件，向我转去看那无啊？唔通敢转去哦。今仔滚的叫人着用的，又记学的，也哈娘干啥？应该着先转去，若有记李轩书记的号码，打电话问其伫哪。嗯。用的，天发本来有通，再搁打主管机的，我当小李轩拉顺数。唔是啥啦，无听错，迄李轩的书记无听的。叫过来，叫过来！你要用这案件咯？啊，叔叔，有做囡仔，我着现天继续，唔捞李轩呢。李轩呢？我迄讲阿公的啦，阿公的喏。阿公的啊？下家咧调整咯，紧走。阿公的当然后尾紧停紧走，过阿公哦又紧叫啊！爱紧走都是动摇呢。我先身边啦，改下前面聊哈，我身边咯。叔叔，无听错，给转去的，无事情啦。你这边摕入去哦，我帮你摕好不好？我就甲你讲已经搬走啊，你干那逐工来？歹势啦，迄边感觉店的头家讲，敢若剩你有甲黄先生联络尔。安怎乌白讲啊？你也相信？我都已经甲你讲，因搬走真久啊，嘛拢找无人啊，好死心啊啦！不要紧啦，我还是帮你摕，好不好？内底哈。可是总经理，我老觉得那个老先生一定有跟黄火旺先生联络，你可以再多给我点时间吗？好，谢谢总经理，我知道。麻烦一下哦。
水流。避难探农民，不应该生病。小姐，再帮我切盘卤菜好不好？谢谢。拉不回啦，你是工人呢？然后你爸爸请我们安胎时间，一船做的13碗饭，按4碗用要拉喏，吃较多的。什么阿叔？阿叔，来打工发传单的事情，做得莫来给阿妈阿妹讲咯。我张兄们给他着甜毛，也同好家母开个店咯，是要宣传，也做得去帮忙存钱，要么来给阿爸去那做唔得开茶，来给阿妹，佢要整烦恼，上班拿钱帮来给阿妹哦，佢讲紧麻烦你，真歹势啦。我相关啊，这你不是少很多事情。你爸爸哦，也被照顾了，一下最重要的是专心读书。本爱弟，你功课退步，来会看，对冇？嗯，来弟。来，谢谢。这个多。哦。早晨老记讲，根本嘅开鬼门，莫乱走，佢又唔知，走到哪去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哋阿弟姑走到哪去冇？阿弟姑，阿弟姑，好转嘞！小妹，小妹，啊，你看，那番薯要按时挑呢。半夜做嘛干哦？啊，还是番薯啊？哎，你有看到阿弟姑吗？啊？阿弟姑，阿公去转医咩？佢冇转来呀。转医？佢係唔係人強下出去了啊？啊？你也得去哪？啊？經營咯。哦，那番薯丸呐，啱啲啊，冇嗌。哎呦，你阿湯。鬼都回來，你有看到阿弟姑嗎？冇耶，我朝成坤多幾多張漢家。哎呦，老幾講，莫亂走，佢要去尋張漢。反正我會去司機順路，然後去過來。我咩附近嘅情況啊？哎呦，我係手機要好搞，唔知走到哪去。哎呀，有，前日咧，我有幾個聽，好。阿孫呢？唔啲莫亂走，出去較怪啲誒，腳架去轉啊！阿孫你乖，幾個莫聽啊！哈，嘿，我嚟轉，好，拜拜。唉，行去唱幾安尼哦，較好講嘢咧。今日去了，喺坤多裏先，帶給你轉過來。好啦，超麻煩了。啊，冇啦，啊，真拜託你咯。冇啦。姐姐，我係尋馬啲姑，唔做喎。死氣喂，迄本我尋到，我打屁股。阿弟姑，阿弟姑。
万一暗转有人嫌领命的，千万转唔得演技，要转唔得反体，希望我本鬼作咒哦。该不会是鬼在教我吧？李轩，李轩，李轩！掉了啦！就快到家，家。啊！怎么办啊？我被鬼抓住了啦！谁来救我啊？怎么办？谁来救我啊？怎么办？我被鬼抓住了啦！阿爸，救我！救我！快点！我好像被鬼抓到了啦！请都没戏，你转抽屉啊，做嘛该呢？我起不了，我好像被鬼抓到哎了。呦，转啊！鬼有没有看到？嘛该鬼啦！老婆，干嘛放那些草啊？这是艾草，可以辟邪。暗转来哦，试试看好啦。现在好了，可以骑了。老公讲哦，再给我暗转来哦，真给我蛋哦。好啦，船都回不完了，对那么凶。用的啦。我要脱裤子。这脱。好啦。好，拿帮拿个洗。啊。好啦，给你了。还有衣服啦。真给黑来弄来。哎呦，啊，哪样会洗呢？晃动我梦似天梦水流。你能弹动你，不应该生病。茉莉，转来啊！俺妹讲要6年了，不是来嘿。啊，你跟我出来，俺3年唔会当我做啦。俺两年工钱，还要来看一下。木靠，还要变数，希望开天转来，没冇放弃。等永生好就会怎讲啦？唔出来，永生3年地步卡，我方便。唔會啦，俺木靠要準備飯菜。俺先拿咗杯食，食好就算啦。俺先做咯，俺哥家兩個爭嚟，還有哦，廚房哦要炒飯，半夜做暗餐。茉莉，一錢先俾永生用嘅。俺做唔得那嘢錢啊！算先偷嚟食嘅，好冇？先冇你。冇要緊。
你好，请问你们是不是有在征人？我看到外面有贴纸条。是你要应征的吗？对，是我要来应征的。你国语说的不错，不过我没有在雇佣费用哦，因为上次有位逃跑来做，他们被警察抓哎。我不是菲佣，我是印尼人，我嫁来台湾10几年了。我有台湾身份证，我喺台湾人呢。俺们调价讲签同意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佢唔用呀下張進啊！做那時節，呢度阿公就唔卡，所以家己了解下。哦，安樣。佢阿公叔有講係買無？冇啊，你講你嘛嘅？冇啦。你係咪在講亞叔夢下功課嘅事情啊？亞叔這個時節啊，功課當好呢，你呀下好好讀書，睇將有好嘅條路點喎。好愛啲。我從阿公叔教我。嗯。有個號嗎？來。喂。喂，你點解買嘢嘛？哦，愛啲啊，愛啲幾萬年，是阿孫嚟錯嗎？係啊，阿孫你打電話來。阿叔，阿妹喏，阿媽時日都去台北了。你就乖乖聽阿買花喎。有啊，阿孫你真乖。來講對冇？阿媽聽緊你講電話。喂，阿媽。先生啊，anh叫好嘛？咱叫上去做嚟啊？媽，日春人較無限啊，有限嘅怎種去嚇？好，前夜班哦，時差較注意地位哦，哈。啊，茉莉老阿鳳顧好嘛？佢哋有啥同好啊？好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老茉莉講吼，一見嘅我要去我自家做嗰個菜館生意，哈。好，我真攞佢講啦。好，安尼。阿媽，你身體有好冇？嘅阿孫呢？有乖冇？有咱這沒做乜咁麻煩的事情來冇？我身體真好啦，俺家老太哦，喊你強要就生意了咩？哦。啊，前夜班哦，我唔記得拜藥，好。有啲啦。好，安尼就好了哈。好，再見。喂，你用哪一天嘛挂着你满公吧，东奇怪，哎呦，怎的安尼啦？哎呦，也还拜死呢哟！东奇怪，你他妈怪你天吧，你就满不来台北的事情。莫当然啦，我来当然照样呢。啊，俺大不了哥。吃饭啦，莫讲来。俺台北的。好啦，先吃饭啦。俺台北啦。乖啦。阿弟哥，好嘛？蓝瓶来请了。哦。这么早来干嘛啦？听你阿婆说，你昨天晚上很晚才回来哦。对啊，你们都跑走了，都没有人管我。哎，可是阿叔叔说你已经回家啦。
啊，顺手没有看到我回家，你干嘛这么早来找我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江汉打你手机都没有通啊，所以我来看你到底有没有事啊。手机？嗯。你在找什么啊？完蛋了，我的手机还在那鬼屋里面哎！烦呢，昨天晚上回去就睡着了，根本没发现我手机不见了。你确定真的还在里面吗？我很确定，我把手机放在床底下，忘了带走了。那我们还要进去拿吗？不要吧，昨天他老公指追我们的样子超恐怖，我们现在进去会被他打死吧？那现在要怎么办啊？我想回家了啦。都是你们啊，说什么要来看鬼屋，才害我手机掉在里面，结果你们都不愿意帮我。我们不是不愿意，是真的不敢。那个阿公真的好凶哎。好啦，那我进去拿手机，你们看谁要在门口看着。如果那个怪阿公回来，要马上跟我说，不然我也会被抓到。你啦，你先走。做么该恩爱去？你边来较要走，万一娘娘诶，唔做得走啊？迄无是南平去吗？唔对，迄讲都无爱去，爱去啦。你们到底说好了没啊？难道你们都不想帮我？我们迄些人很难平去懂跟收诶，不然我们来猜拳，输的人去帮你选。剪刀石头布。到底哪出杀手？好了，天道，走啊！趁那个怪阿公还没回来之前，我们赶快去拿手机，快！啊，对，天道，我跟你说，如果那个怪阿公回来，一定要马上跟我说哦。我知道，你快点。那先进去了，你小心一点哦。怎样？你拿到了没有？你要做嘛来？你安罗仔，皮讲现头诶，上摆都河马教水诶，本来妈含惊，你还都做拗卡了？讲，你要抢头马东西？内条唔系内条东西诶，内条正经嘛该都无拿。对啊，他们只是来陪我拿手机而已啦。唔但抢了1摆，还了2摆，无交给人家条，人家就发到做得清清彩彩落拗卡，我打电话报警。阿叔公，拜托唔好报警。阿叔叔未迄日，那要本记大事。阿叔讲，真紧懂事理了。原谅内条好无？下2摆唔敢安尼咧。
不管用诶，你了凊彩将拢咬卡出唔错，我挨莫报警啊，做得。唔过，你了同学做了个事，我他变了转。俺着学做么个？都也给阿叔讲，根本就可以利用人家的。干嘛再顾？手脚还杀条诶，等下有闲我就输。手脚还杀条啊，走啊！出来讲咩话啊？等下我检查哦。I lost road. I want go to hotel. 奇怪了，我在哪里有看过这张照片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在那个怪公家的床底下看过哎。真的假的？不然你们票去拿照片，敢不敢啊？大家都放我鸽子，就是你可以帮我嘞。你把这个保特瓶去丢怪公的门，把你救出来。然后啊，等怪公出来以后，我就冲进去，立刻把照片拿出来。哎呀，不是贵人的呀呐。离开该已经落寞，天风昏暗暗不清楚。夜光本无人懂中，旧音本夜风吹响，一步步离开故乡途。原来我比出意安勇敢哭。离开无下的路，两寒冬清楚，又几多的苦，祈求敢喊来期待，全无下的路，两寒冬清楚，又几多的苦。用心感动，无梦世界墨水。